看到这几个场景，你一定能猜到这是哪里。一座被美食节目反复讨喜的城市——武汉。在众多餐饮奇人论资排辈的红海之中，飘着一叶扁舟，随遇而安，从未想过打捞名声。他总像那个香港的明星叫什么？林子祥。对，哪个？林子祥。这是祥彪，你很难不注意到那个反映个性不羁的面部特征。那时候很小就有一点点胡子了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有一点沧桑感。为了更好地享受人生，做一只闲云野鹤，彪哥只做白天生意，晚上7点收摊。几个人呢？你们？3个人。啊。即便如此，彪哥依然门庭若市，改变了我们吃烧烤的时间段。我为了吃他的肉串，已经是提早1个星期过来，结果我每天来都有扑空。因他痴狂的时刻，过早的选择不再是热干面，还要做夜宵的背叛者，直接把烧烤当过早搞，也是有的。让本地老饕基因突变的绝活，就是彪哥面前自1982年穿越而来的电烤箱。4个烤排，每排12个烤位，用1根竹竿控制烤品翻转，推拉之间，生熟转瞬变换。烤箱肚子里的乾坤，只有彪哥才能驾驭。我觉得这种电烤的更香，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口味一些。有探索精神的客人，妄图用科学解释电箱的玄学。要是每个人都在用的，每家都在开空调，它这个电压达不到你这个要求，峰值不一样，晓不晓得？还有峰值的时候，不要再拿电压说问题了。结果反而更加玄学。